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3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2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29天。前线一共发生187次战斗。截止到目前，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已累计伤亡1016720人。2025年6月27号，俄罗斯新增死亡人数970人，这是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乌克兰特战部队破坏和侦察小组在库尔斯克、苏梅方向深入敌后，消灭一批俄罗斯占领者，并俘虏一名俄军士兵。6月27日和6月28日，俄军攻击了库尔斯克州未指明的地区。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乌克兰军队攻击了新普特附近叫格卢什科沃东南部、特特金诺就是新普特以西和格卢什科沃方向北方轴心，也就是在乌克兰北部和沿国际边界建立可防御的缓冲区，并进入苏梅市炮火射程范围之内。6月28日，俄军继续在苏梅州北部发动进攻，但并未取得明显进展。未经证实的说法，俄罗斯消息人士称，俄军过去一周向尤纳基夫卡推进，已占领尤纳基夫卡、苏梅市以北一半以上的地区，并已将乌克兰军队推回至距离国际边界14公里处。6月27日和28日，俄军袭击了苏梅市北部的叫奥列克谢夫卡和安德烈夫卡附近地区，以及苏梅市东北部尤纳基瓦和萨德基附近地区。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乌克兰军队对苏梅市北部亚布尼卢尼伊夫卡、好拉皮夫西纳、皮萨里夫卡和霍金附近地区发动了反击。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中尉报告说，俄军正试图派遣增援部队进攻苏梅州，但俄军人员拒绝发动攻击。当地时间6月29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正式启动退出渥太华禁雷公约程序，后续乌最高拉达将会对此进行审议。此前已有多个东盟国家基于相关安全考量，暂停履行该公约的义务。6月27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别向联合国提交退出渥太华禁雷公约的文件。按照公约规定，三国将在6个月后正式退出。据欧洲媒体报道，芬兰和波兰也已经启动退出这一条约的程序。这个渥太华禁雷公约实际上它就是要求缔约国不能在边界使用这种地雷，就是缔约国有个约束，不能用这地雷。那波罗的海这几国纷纷转让这些杀伤性的人员地雷，这个已经说明问题。德国总理默尔茨明确表示无意与普京对话，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此类接触只会招致俄方更多轰炸。正如鄂尔班·舒尔茨与普京通话后俄军袭击医院的先例，若结果如此，我宁愿放弃。默尔茨表态道，他同时认为特朗普对俄立场正趋强硬，不过迄今仍停留在言论层面，未见实际行动。类似的玩笑和梗还有很多。乌克兰空军司令部通讯部门负责人尤里·伊格纳特当地时间29日透露，俄罗斯一夜之间对乌克兰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空袭轰炸行动，不断升级。他这么说的，他说，报道援引乌克兰空军消息称，俄罗斯共向乌克兰发射537件空袭武器，包括4477架无人机和诱饵无人机，以及60枚导弹，其中249架被乌军击落，226架可能因电子干扰而失败。根据报道说，伊格纳特称，考虑到无人机和各种导弹，此次袭击是对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攻击目标覆盖乌克兰全部，包括远离前线的乌克兰西部。报道补充道，此外，报道提到，
波兰空军当地时间29日表示，波兰及其盟国紧急出动飞机，以确保波兰的领空安全。当地时间6月29日，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发布声明称，当天凌晨，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声明称，此次袭击规模庞大，俄军动用了各种类型的导弹和无人机，累计总超过500个轻空中目标。在乌军拦截行动中，乌克兰飞行员叫马西克姆乌斯季缅科驾驶 F-16 战机被俄无人机击中，战机坠毁，飞行员身亡。俄媒体通报称，这是自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击落了第3架乌方的 F-16 战机。6月28日，德国联邦议院基督教民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叫施潘呼吁说，法国和英国应该向德国提供直接使用的核武器途径。塔斯社报道该消息，施潘指出，我们必须讨论德国和欧洲参与获取法国和英国核武器库的可能，也许我们也可以与其他欧洲国家一起参与，也就是德国要搞核武器。这位德国政治家表示，欧洲必须能够威慑潜在敌人。他认为，部署在德国领土上美国核武器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这位德国联邦议员强调，这样的解决方式或者方案成本高昂，那些想要得到保护的国家未必如此提供资金。这个施潘还呼吁欧洲国家讨论建立自己的核保护伞。他提出了一种机制，将核武器控制权从一个欧盟国家随机转移到另一个欧盟国家，这样潜在对手就无法知晓。全球最大奢侈品品牌路易威登 LV 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执行继承人伯纳德·阿尔诺宣布，将向乌克兰捐款1亿欧元，也就是 LV 向乌克兰捐款1个亿。6月28日德国联邦议院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潘呼吁说，法国或英国应该向德国提供直接使用核武器的途径。塔斯社报道了该消息。施潘指出，我们必须讨论德国或欧洲参与获取法国或英国核武器问题，或许我们也可以与其他欧洲国家一起参与。这位德国政治家表示，欧洲必须能够威慑潜在敌人。他认为，部署在德国领土上的美国核武器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同时，这位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强调，这样的解决方案成本高昂，但那些想要得到保护的国家也必须为此提供资金。这个施潘还呼吁欧洲国家讨论建立自己的核保护伞。他还提出了一种机制，将核武器控制权从一个欧盟国家随机转移到另一个欧盟国家，这样潜在的对手就无法知晓。此前，维也纳军事安全与军控谈判俄罗斯代表团新任团长尤利亚·日丹诺娃表示，法国是时候停止在欧洲炫耀武器，煽动战前情绪。他还表示，法国已经巩固了其作为欧洲头号军国主义国家的地位。法国的马克龙一直向欧洲其他国家提供他的核保护计划。欧洲国家，法国是名正言顺拥有核武器，而且是3位一体打击的核武器。英国也有，但是法国是与美国不一样的核保护体系，所以法国向欧洲这些国家推销它的核保护计划，这个也触动了俄罗斯的这个敏感的神经。德国的《世界报》网站前不久刊登一篇文章，德国的《世界报》它的文章的标题是乌克兰战争的3种结局，作者是克里斯托弗·施利茨。他这个文章的大概意思我们介绍一下。德国《世界报》刊登的这篇文章，他说有3种结局对应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哪3种结局呢？他说第一个是西方动真格的。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会对俄方不断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置若罔闻，也就是说，这西方国家不在乎俄罗斯的这个威胁，对俄罗斯的什么核威胁、核讹诈
置入网门，以现代化武器大规模武装乌克兰，从而使乌克兰能有效自卫，这让俄军在乌克兰承受巨大压力。与此同时，西方还将大幅收紧对俄经济制裁，让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再获得现代化的技术产品，无法再利用国际支撑体系，无法再通过出售能源获得巨额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要是不使用核武器，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极低，就不得不无条件停战，停留在接触线并展开和谈。乌克兰则可以作为主权国家存在下去，只有克里米亚等个别领土暂时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这种结局并不现实，因为西方既不愿意提供远程武器系统和更多的武器装备，也不愿意为贯彻有效的制裁机制而让自身承受重大的经济损失。这是《世界报》他说俄乌战争的3种可能的第一种。第二种说俄罗斯大获全胜，说美国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大体从这场冲突中抽身，也特朗普现在正在做的，美国从俄乌冲突中已经置身事外，除提供情报外，将支援乌克兰任务留给欧洲等第三方承担。特朗普希望全力应对亚太地区局势，不想美国再当世界警察。俄美关系缓和对特朗普来说似乎很有吸引力。特朗普认为是泽连斯基挑起了这场冲突，并由此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没有美国的全力支持，乌克兰终将战败，因为欧洲人只能在短时间内弥补华盛顿的缺位。结果是俄罗斯控制了乌克兰领土，将远超其当前占领区，而且乌克兰还会失去出海口，也就是不光是那乌东4个州加上克里米亚，还要加上奥德萨和其他的州。在这种情况下，将以第聂伯河为界，建立一个涵盖乌克兰半壁江山的非军事区。泽连斯基会下台，西方会为乌克兰提供含糊的安全担保。乌新政府只有有限主权。乌克兰其他地区虽然仍可能加入欧盟，但不可能加入北约。这种结局比第一种现实的多。这个《世界报》他认为这种可能有35%的概率。他是因为在特朗普看来，这套解决方案对美国尤其在经济上具有吸引力，这将为他与普京开展务实合作铺平道路。那么第3个可能就是乌惨遭截肢。在这种情况下，这场仗还会打很久，但仍然得不到西方的全力支持，乌克兰将越发趋于守势，俄罗斯人将缓慢但不停地占领更多的领土。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很可能在今年底被俄军占领，这可能成为转折点。也就是说，当俄军占领了哈尔科夫之后，乌克兰就会投降。届时，西方将逼迫基辅放弃战斗，并迅速展开谈判。假如基辅拒绝，那么停火只会进一步推迟。无论如何，乌克兰的谈判地位都会很弱，因为它失去了太多领土。此外，美国人和欧盟那些积极支持乌克兰的人会宁愿接受可怕的结局，也不想再看到这场可怕的战争没完没了的打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将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冲突将沿接触线无限期冻结，一个辽阔的非军事区会得以建立，但双方不会签署和平条约。奥地利军事专家马库斯·赖斯纳上校认为，届时莫斯科将与华盛顿密切合作，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北约仍将继续加强准备。这种结局出现的概率有 65%， 比第2种结局更为现实。这种解决方案虽然对乌克兰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将使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各方受益。对美国和欧洲来说，从长远看，这将最有性价比的方案，而且与人们普遍的看法相反。
而这种方案同时还能保障美欧相对安全。届时，俄罗斯会得到一片与欧西方的缓冲区，在事实上控制乌克兰，并且不必再担心北约东扩。与此同时，莫斯科将缓慢重返国际舞台，未来更专注于扩大其在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影响力，并在全球南方建立新的联盟。这个是德国的《世界报》他刊的那篇文章，这个作者叫克里斯托弗·施利茨，他描绘了俄乌战争的3种结局。所谓的3种，实际上他认为只有2种。哪2种？第一种，乌克兰将失去第聂伯河以南的领土，乌克兰能加入欧盟，但是不能加入北约，这种可能是1/3。那更大的可能就是2/3。哪种可能？就是乌克兰失去更多的领土，它的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和苏梅都被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只有基辅，还有什么利沃夫西部这些区域。欧洲和西方这些国家逼迫乌克兰跟俄罗斯和谈，就给俄罗斯跪下。俄乌双方的冲突无限期冻结。按照普京的设想，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边境设立一个辽阔的非军事区，就是所谓的缓冲区得以建立。虽然俄乌双方不会签署和平条约，但是双方就此停火，到时候美俄将会密切合作，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这个对美国对特朗普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最有性价比的方案。这种方案同时还能保障美欧的相对安全，不会激怒俄罗斯，不会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不会引起核大战。所以说，德国的《世界报》是认为65%的可能是这种。但是我认为美西方的媒体这种报道、这种分析，主观上是什么我不知道，不太清楚。但是客观上呢，美西方这种媒体唱衰乌克兰、唱衰欧洲、唱衰北约、唱衰欧盟，目的就是客观上都是普京刺激俄罗斯的这些好战一族，俄罗斯的好战分子盲目加仓，他们盲目乐观，不停的加仓，把俄罗斯稀有的资源更多的投入到战争中消耗掉。我认为实际上西方这些媒体宣传俄罗斯取得胜利，宣传乌克兰马上就要失败，本质上他主观上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客观上一定是起到了让俄罗斯的这些强硬派、这些主战派不停的加仓。要不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俄罗斯还有一个清醒的人，那么在2022年3月份，也就是在加托老师说的钢铁洪流、闪电战、一字缠舌阵直扑基辅的时候，那个时候显然俄军惨遭失败。在那个时候实际上他就可以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就像现在伊朗和以色列和美国一样，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俄罗斯的宣传。俄罗斯在宣传这块是印度的老师，是鼻祖。要论宣传，这个俄罗斯的宣传是回敬祖师爷。这回敬老师，你得去跟人家学习，你宣传那一套从人家那儿来的。也就是说，只要普京不倒台，那普京永远是赢。就像现在哈梅内伊一样，只要哈梅内伊还掌控伊朗，那么伊朗就没有失败这一说，它只有赢这一种可能。就是你把他脸按在地上摩擦，你把他打得吐血，你把他大便的打出来了，他还是赢。你把他大便打出来的时候，也有可能大便滋了你一身，你还是输了，没有办法。只要他不死，他就是赢。所以说这个赢学在俄罗斯不是问题。所以说当时如果在2022年9月份之前，也就是在乌东4个州公投之前，这不是普京在乌东4个州搞的公投吗？公投之前普京撤军，那么俄罗斯都是赢，360度无死角的全方位的胜利。但是很遗憾，这个普京他昏了头，路径依赖，他太小看乌克兰，小看欧盟，小看北约。他认为欧盟、北约不足为虑，这些国家一盘散沙，这些国家都是自己顾自己，各顾各的，根本顾不上乌克兰。没想到迪波老人这一脚踢在铁板上。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将近4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么长时间里面，无论是黄俄还是俄罗斯自己，还是欧洲一些媒体，
包括特朗普，还有欧洲一些政客，他们客观上都是忽悠或者是纵容普京，让他不停的加仓，让他感觉到胜利在望，稍微再加一把力，乌克兰就失败了。因为乌克兰没有人，乌克兰的征兵非常困难，乌克兰人不愿意反抗，对吧？欧洲没有钱，特朗普美国和欧洲闹掰了，特朗普不愿意掏钱，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向普京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你加仓，你再坚持一把，这个乌克兰就失败了。所以我们才会发现这个俄罗斯非常愚蠢的越陷越深。大家想象一下，2022年9月份，如果普京突然宣布说撤军，那你说全世界能拿俄罗斯怎么样？一点脾气都没有。人家胜利班师回朝，痛击了班德拉分子，打击了这个纳粹集团。就像现在哈梅内伊说的，虽然他被人家按在地上摩擦，但是哈梅内伊依然说取得了3个胜利，你能拿他怎么样？所以这个战越打，普京他越不利，因为他没有办法向俄罗斯人修饰或者掩盖这个真相。因为俄罗斯人他本来是岁月静好，只有你这个五父一娃，普京你们愿意侵略别人，你愿意打仗那是你的事情，俄罗斯人是岁月静好。结果现在你看，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圣彼得堡还是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的导弹、乌克兰的特工、乌克兰的猪 2.0 来了，也就是俄罗斯它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爆炸、死亡、战争跟俄罗斯人越来越近，俄罗斯的这些传统的盟友一个接一个的离他而去，因为大家更不容易被俄罗斯忽悠，因为他们能了解真实情况。你比如说塞尔维亚这个武西奇非常难受，塞尔维亚国内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武西奇从塞尔维亚的利益出发，他就要把这武器卖给乌克兰，因为乌克兰人缺武器，乌克兰人给钱给的是美金，那塞尔维亚有这个能力，他也有军工生产能力，所以他就开足马力生产卖武器。本来这个是对塞尔维亚来说，这正好解决他经济低迷这么一个好办法，但是由于俄罗斯人指责塞尔维亚，指责武西奇，你不能这么干，武西奇没有办法，只好停止生产武器。那这个对塞尔维亚的经济来说又是一个打击。塞尔维亚国内现在政局也是动荡，你是选择俄罗斯还是选择欧盟，你必须要表态，要站队。我们再看阿塞拜疆，作为俄罗斯的后花园，作为前苏联的传统的区域，现在也出事了。6月29日，阿塞拜疆国家通讯社援引阿塞拜疆文化部消息称，该部已取消俄罗斯在阿塞拜疆境内举办了所有国家和私人机构的文化运动，也就是阿塞拜疆开始清除俄罗斯的任何的文化信息。你能想象吗？阿塞拜疆可是前苏联的这个版图，阿塞拜疆跟白俄罗斯跟乌克兰是一样，都是前苏联共和国之一，他就要一刀斩断跟俄罗斯的关系。阿塞拜疆文化部表示俄罗斯国有和私营企业原定在阿塞拜疆境内举办的音乐会、节日、演出和展览等文化活动均被取消。大家还记得吧？去年阿塞拜疆一架民航飞机飞往莫斯科的吧，在格罗兹尼，在车臣被俄罗斯防空武器击伤，然后飞往哈萨克斯坦坠毁，到现在没有说法。这就是俄罗斯人这个强盗行径、土匪行径，他是不会道歉的。但是作为阿塞拜疆，你拿他也没办法，你还能打他一顿吗？就连荷兰的马航这个飞机被俄罗斯击落，你也没脾气，你拿俄罗斯能怎么样？一点办法没有。所以荷兰现在是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要打残打垮俄罗斯，没有办法。所以我想阿塞拜疆跟荷兰的境遇是一样，对吧？你的飞机被俄罗斯人给击落了、击伤，但是你得不到任何赔偿和任何的道歉。我们再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是怎么评价俄罗斯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声称，已以冲突实战证明S-400系统无法对领空提供有效的保护。大家看视频。土耳其总统平俄制防空系统已以冲突实战证明 S-400系统无法提供可靠保护。
据土耳其电视台报道，埃尔多安总统对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的实战能力提出质疑，称该系统在伊朗使用时暴露了俄制装备的弱点。据悉，在以色列空袭伊朗期间，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几乎毫无战果，让以色列和美国战机完全掌控了伊朗的领空。公开信息显示，早在8年前，土耳其顶着美国的压力，花费25亿美元从俄罗斯购买了4套 S-400防空系统。作为回应，美国对土耳其实施武器禁运，安卡拉心心念的 F-35战机采购计划泡汤。现在看来，土耳其方面有些后悔，好不好用，只有买家用了才知道。埃尔多安指出，土耳其不能放任不管，应该走武器装备自力更生之路，将逐渐减少从外国购买武器。目前，土耳其正在加紧研制钢穹顶防空系统。土耳其军事专家声称，俄罗斯一直在武器性能方面虚张声势，实际上没有值得夸耀的东西。在现代冲突条件下，俄制武器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与 S-400系统相比，钢穹顶是一个多层系统，由传感器、雷达、长短射程的防空导弹和电子战系统组成。当年，俄制 S-400防空导弹系统在宣传方面是与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比肩的世界顶尖武器装备，然而现在却成为耻辱而非实力。鉴定武器好坏的唯一办法就是要看实战效果，单看参数都是骗子，尤其是外贸出口版武器。印巴冲突打出了歼十战机和成套中式武器装备的威风，伊以冲突却让俄制 S-400防空系统现了原形。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武器物美价廉，为何总是不如美俄武器卖得好呢？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俄制武器实际上就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吹的厉害。实际上这个实际效果经不起检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以买俄制武器，以仿制俄制武器为荣，甚至自吹自擂，说自己老子天下第一，对吧？你那些武器都是仿制苏式武器的，你山寨人家的武器，完了之后你说你是天下第一，还超过了俄罗斯，超过了老师。怎么说？你作为宣传，你让这个愚昧的老百姓打了荷尔蒙一样的让他们兴奋可以，但是你真要到这个战场上比拼一下，这可是要命的事，这不是闹着玩的。你在这儿吹那些飞行员、那些战士，他们可是在骂你。你在这儿吹，因为你是在这个屏幕后面，躲在这个键盘前面，键盘侠，你不用上战场，所以你可以随便吹。但是飞行员那可真是在前线真刀真枪，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说1000道1万，你吹牛，你怎么吹？怎么宣传，你都不如像这个特不靠谱，派出他的 B-2隐形轰炸机，不远万里到伊朗扔他10几个炸弹走人，人家这叫实力，告诉你了，飞机起飞了你都知道了，但是人家去炸了你都不知道，这叫水平，这个值得学习，值得佩服，这叫实战。别管人家说把福尔多核设施炸的怎么样，人家有没有去炸，你就说有没有去炸就行。炸了你伊朗啥脾气没有，你都不知道，人家不说你都不知道被炸了。炸完这个你要服，只是说你说没有炸坏，美国人炸了啥也没炸着，这个是你的事情。所以说不要乱吹，吹牛害死人。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他说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6月29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行动仍在继续，但被问及目前是否正在进行此类交付时，他指出，据我所知，有些交付仍在继续，有些则没有。俄罗斯媒体则对此进行了报道。乌沙科夫还表示，组织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议题仍在议程上，但尚未付诸实践。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所使用的导弹。什么叫底线思维？当你的实力不够的时候，你不要去赌博，你不要赌别人帮你。俄罗斯也一样，你的实力不够，你赌特朗普不帮乌克兰，那你一定会失败。因为特朗普他有可能帮乌克兰，也可能不帮。如果你把你的胜利寄托在特朗普不帮乌克兰，甚至帮俄罗斯这个上面，这叫赌博。特朗普叫特不靠谱。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
我对特朗普没有什么主观的看法，我不是川粉儿，更不是川黑。特朗普做的对的，我就表扬他；他做的不对，咱就骂他。如果你是川粉，你是川黑，你不要看我这个节目，不是给人贴标签，我是看事实。尤其是特朗普这种人，不要看他说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什么。他派这个 B2去轰炸伊朗的核设施，这个就值得称赞。哪怕炸的效果不好，那也值得给他点赞。效果是其次，只要他敢派飞机去炸伊朗的核设施，那就已经了不起，给他点赞。但是他对乌克兰施压，希望乌克兰投降，是吧？领土换和平这些，那我们要批评特朗普。我们这个频道已经早就说过了，不是川粉，也不是川黑，咱们根据事实，做得好咱就表扬他，做得不好咱就骂他。反过来说，如果普京有一天突然宣布投降，那我也表扬他，对吧？虽然他一直犯错误，犯了4年错误，突然投降了，那就知错就改，他投降了，他认错了，他付出应有的代价。根据路透社的媒体报道说，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在社交媒体电报频道上发帖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日给他打电话，对他的儿子亚当结婚这一重要事件向其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报道援引卡德罗夫的话称，普京在国家事务如此繁忙的情况下，还能抽出时间给他打电话，让他特别感动。这一事件非常珍贵的事情。根据路透社介绍，卡德罗夫自2007年以来一直领导车臣，在长达40个月的俄乌冲突中，他派遣大批军队为俄罗斯增兵。报道补充说，亚当将于今年11月年满18岁，也就是他现在离18岁还差3个月，17岁多。所谓的英雄不问出处，对吧？自古英雄出少年。卡德罗夫的儿子亚当目前已经在车臣安全机构中担任多个职务，并于今年4月被任命为车臣安全委员会秘书。亚当新婚，咱不能说他早婚，这个在车臣在俄罗斯恐怕是合法的。他17岁，普京亲自打电话祝贺，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一，目前普京现在是比较弱势，他不能激怒卡德罗夫。他虽然对卡德罗夫有意见，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这个时候不能动，所以他要稳住卡德罗夫。卡德罗夫也一样，虽然他想做车臣的王，世世代代像朝鲜的司令官一样把持车臣，但是这个确实俄罗斯他也接受不了。俄罗斯，咱们虽然说俄罗斯普京，俄罗斯这个落后愚昧15世纪路径依赖啊，但是他比朝鲜还是要先进一些，人家好歹没搞这世袭制。虽然这个地保老人干了5届了，但是人家没有搞世袭制，这个咱得有一说一，没搞世袭制，那你怎么说都比这个朝鲜要先进。但是那他就不能容忍车臣搞世袭制。你想，普京都不能世袭，他能容忍车臣是卡德罗夫家族吗？对吧？这个在俄罗斯他也接受不了，这个就是俄罗斯的政治，这个叫环境和基础都要承认。所以说这个，但是卡德罗夫他也希望他儿子接班，整个车臣是他卡德罗夫家族。卡1代、卡2代，现在是卡3代，这种诉求和俄罗斯当前的这个体制，那是天然的一对矛盾，所以车臣和俄罗斯之间必有一战，这就不用再讨论。这个冲突、这个矛盾必须要爆发，但是现在是敏感时期，所以双方得小心翼翼。如果俄罗斯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搞的是世袭制，那是不是其他的加盟共和国也可以这么干？俄罗斯其他的联邦共和国也可以这么干，那俄罗斯成了什么呢？虽然俄罗斯咱们看不起他，诟病他的落后，但是他这一块啊，自从列宁上台以后，俄罗斯的世袭制已经结束了，不可能再搞世袭制。你就是斯大林再厉害，他也没办法让自己儿子上台。所以这些都是俄罗斯的体制之伤。现在俄罗斯在这个比较孱弱的情况下，他还能容忍卡德罗夫。一旦俄罗斯稳住了，那么卡德罗夫这个势力必须要铲除。那卡德罗夫他不知道这一点吗？当然知道，所以这个矛盾最终是要爆发。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